好多香港人咧做小紅書推廣嘅時候一頭霧水㗎，搞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又四圍咁同人哋抱怨冇效果啊，流量好差啊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權。好多香港人咧做小紅書推廣嘅時候一頭霧水㗎，搞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又四圍咁同人哋抱怨冇效果啊，流量好差啊。我哋接觸過好多香港商家，同佢哋溝通過之後，我哋發現佢哋大多數咧對小紅書平台嘅規則都係一知半解，喺唔經唔覺之中咧就已經多次咁樣違反咗平台嘅規則，搞到個品牌賬號嘅系統評分不斷咁降低，最後咧要揾到我哋幫手，我哋都要用大量嘅時間先至可以將呢個賬號嘅分數追翻嚟。賬號流量少咧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。如果大家發現筆記推廣效果越嚟越差，流量又越嚟越少喎，咁就要留意下係咪發錯咗內容，又或者某一啲行為得罪咗平台啦。用我哋嘅話嚟講你好大機率咧就已經俾平台限流，或者係混咗小黑房噶啦。咁呢個系統懲罰都有機會降低你賬號嘅評分，從而咧影響到你推送嘅權重噶。所以如果想做好小紅書推廣，我哋都係建議揾專業嘅運營團隊去提供諮詢同埋幫助。咁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低啦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